今年因为受到天然的灾害迫害少，麻豆文旦今年的产量甲品质拢比旧年搁较好。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农委会积极辅导农民甲外销业者透过电商来卖农产品。去年的中秋节，麻豆文旦头一摆外销到新加坡、香港，搁有澳门。外销的文旦嘛受到国际的肯定，今年搁增加日本的市场，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农友最怕的就是说，你种出来以后的销售受到除了种以外还要销售，那如果销售不是顺利的话呢，那整个价钱就有问题。那现在透过这些平台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让我们麻豆地区的文旦就是很顺利的到我们国内的顾客的手上，也可以到就是国际顾客的手上。那我们希望未来这个平台能够越做越大。我们的文旦今年的销售不仅是销售的量好，销售的价格也高。根据统计我们销售的价格平均比去年的单价还要高将近20%左右，20到25%。所以说农民其实最好的这个部分就是让进的出来，嘛销的出去。9月3号上午，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甲市长黄惠特特别来到麻豆，甲准备要送去香港的麻豆来封柜。市长强调，因为疫情的影响，透过电商的模式，会用予消费者直接当透过网络来采买，对落单到收到货，敢若需要4到5天。互真侪国外的朋友，也是因为疫情无法度回来台湾的民众，拢会当食到上在地麻豆文旦。在我们的农委会有一个政策，就是3支箭嘛，就是直销，然后外销跟加工的这一块。然后因为有大家的帮忙，我们这3支箭才可以越来越茁壮，然后可以同时齐发，让我们的文旦业可以就是在国际、在国内或者加工的这一块都有一个通路在。麻豆文旦今年是头一摆直接透过栽培的方式来送到日本。对此，麻豆区的农委会总干事表示非常的欢喜，嘛期待会用继续透过电商来拍开更较侪国外市场，努力让台湾的农产品会用行到全世界。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